喺台灣，陳水扁前總統被控挪用外交經費作私人用途嘅案件，喺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無罪。法官判刑嘅時候話，檢察官並冇提出證據顯示陳水扁有侵吞外交款項，亦都冇記錄證明陳水扁有匯錢俾個仔陳致中，亦都未能夠證實陳水扁領取嘅外交款項有用證，所以判陳水扁無罪。案情指陳水扁喺2000至到2006年嘅在任期間，先後11次外訪，每次都將外交部提供嘅外交機密費同交際費扣起3萬美元匯俾當時喺美國留學嘅仔陳致中。至於陳水扁一家涉及嘅貪污舞弊案，星期5會2審宣判，羈押庭亦都會喺當日決定係咪繼續羈押陳水扁。美國總統奧巴馬警告，墨西哥灣漏油事故會持續影響美國經濟。廖許君報導。總統奧巴馬同官員喺白宮聽取海岸防衛隊匯報油公司抽走漏油嘅進展。奧巴馬相信情況會受控，但警告除咗生態之外，經濟都會受影響。There's going to be damage done to the Gulf Coast, and there's going to be economic damages that we've got to make sure BP is responsible for and compensates people for. But the one thing I'm absolutely confident about is that, as we have before,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crisis. 奧巴馬話：佢哋會繼續敦促油公司喺當地風暴季節來臨之前做好準備，確保抽油設施能夠抵禦颶風，控制漏油嘅工作唔會受阻。油公司上星期利用漏斗型裝置套住油井缺口，抽走漏出嘅原油。油公司話，裝置喺星期一運作頭12個鐘頭就收集到7500幾桶原油，按比例計算，即係當日已經成功抽走超過15000桶原油。美國海岸防衛隊話，油公司計劃關閉裝置嘅排氣閥同埋加派船隻，將每日抽走嘅原油數量增加到2萬桶。不過油公司就強調，要等8月起好減壓井之後，先至能夠完全控制漏油。事故喺4月發生至今，美國沿岸多個州份受污染。其中喺佛羅里達州嘅沙灘，近日不斷受焦油球污染。海岸防衛隊話，即使油公司可以喺幾個月內清理油污，但係要恢復墨西哥灣嘅沿岸生態，可能需要幾年。亞洲電視記者廖許君報道。蘋果公司推出新款手機 iPhone 4，係全球最薄嘅智能手機。有分析員話，智能手機龍頭蘋果未來將會面臨其他智能手機嘅更多挑戰。陳婉容講下。iPhone 4上場，外形同舊 iPhone 最大嘅分別就係機前面裝咗鏡頭，可以進行視像通話。不過對方要同樣都係用 iPhone 4，同埋要有 WiFi。而機身後邊500萬像素鏡頭就新增咗閃光燈。機身亦都比以往嘅纖巧，只有9.3毫米，係目前全球最薄嘅智能手機。屏幕嘅解像度比舊版高4倍。電池亦都更加之長壽，通話時間有7個鐘。iPhone 4採用新嘅作業系統，操作得更加快。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喬布斯介紹 iPhone 4手機嗰陣，就話同上一代比較有近100個新嘅特點。iPhone 4手機今個月24號就會喺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同埋日本率先發售。喺美國16G版本上台價要199美元，而舊版 iPhone 3GS 就會減價到99美元。有分析員認為 ，iPhone 雖然仍然為蘋果帶嚟唔少利潤，不過仲要面對其他多個品牌，包括用 Google 作業系統嘅摩托羅拉同三星等智能手機威脅。亞洲電視記者陳婉容報導。喺澳洲，一個100歲婆婆去到內蒙古參加世界元老乒乓球錦標賽，今次已經係佢第14次參加呢項比賽。黃玉婷講下。呢位身穿綠色球衣嘅老人就係嚟自澳洲悉尼嘅8歲老人多羅西，係今屆年紀最大嘅選手。佢上場比賽有板有眼，仲識得向對手示意，唔好睇小我啊！雖然最後以局數2-3不敵日本選手喺初賽止步，但仍然贏得全場掌聲。比賽完佢就自願擔任裁判員，為隊友計分。I made a lot of friends. Yes, a lot of friends have good exercise, good reflexes. 多羅西出生於1910年，喺50歲嘅時候開始中意打乒乓波。除咗第一屆世界元老乒乓波錦標賽之外，佢已經持續參加咗14屆。無論喺世界邊個地方比賽，佢都唔需要子女陪伴，但係就話隊友嘅鼓勵好重要。佢每次比賽仲會帶澳洲特產樹熊公仔俾隊友。世界元老乒乓波錦標賽1982年開始，每2年舉行一屆，選手年齡必須喺40歲或以上。亞洲電視記者黃玉婷報導。
同大家講下天氣啦，天文台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而家氣温咧係26度，相對濕度86%。新聞報段啦，翻嚟仲有經濟快訊同體育快訊，再會。